Hello，各位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大魚頭解說啦。我哋繼續嚟睇翻 KBC 嘅呢場比賽啊。咁仲係我哋經常見到嘅幾位選手啊 ，Tom Dwan 啊，仲有一眾嘅中國選手嘅。最近嘅 KBC 啊，呢啲比賽咧比較頻繁，可以睇嘅嘢亦都比較多，看點十足啊叫做。咁睇翻呢手牌啊，剩低由於字啊嘅 A6 同埋 Four 嘅 KJ 嘅。咁最終係小玉啊攞低咗呢條魷魚嘅。咁我哋睇翻下一手啊，13,000嘅底池啊，呢手牌小玉係有2條魷魚嘅而家。之前都經常提到啦，由於魷魚遊戲嘅加入啊，選手嘅入池率都係相當之高㗎，因為魷魚獎呢個魷魚獎勵啊。4-2冇辦法 ，K7 應該都唔會開㗎啦。咁就上嚟一對哦，張小雨呢度係一對 Q 起手牌，一對 Q 起手牌直接 raise 到咗5000，率先開始嘅6-4黃葉6-4同花都 call 入去睇下。咁 Four 係啦，冇辦法呢手冇辦法抵抗㗎啦。咁兩家入去睇翻牌啦。咁5A10 5A10 我呢手牌基本上有啲難打啦，有一對5，再出嚟一張5轉牌，劇黃葉一張牌都冇中，煲咗，放棄抵抗啦。好，再睇下手牌，不過呢手亦都冇辦法咯 ，K7 咁嘅牌。睇翻呢手 J10 同花喺加入位，有個平哥 AK 張小雨呢個牌亦都唔錯。打下呢度咧 Q4 其實呢個牌並唔係咁好嘅，但係都會跟入去睇詞。我係運氣啦 ，J9 Tom Dwan 嘅 J9 亦都跟入去。黃葉 A3 同花，首先開始啦，喺 B 位呢度，喺大盲位 A3 同花 ，Four 呢度拖住嘅，因為佢都係一個順面嘅同花。咁張小雨 AK 亦都會跟住啦。佢唔係跟咁簡單，佢係一個 3 bet 嚟嘅，去到咗21000，將個底池做大咗，然後做一個隔離嘅加注。咁偷到灣呢啲都冇辦法啦，見住呢個加注。咁黃葉 A3 又要諗一諗啦。Four 就應該係冇辦法。要俾旁邊小玉睇睇張牌係咩嘢先啦，冇辦法啦，咁嘅牌係咪？專家牌喎 ，A4J， 大家都係 A high 嘅牌，咁啊中咗張 A 市嘅。牌面上面係有3張嘅方塊牌係同花面嘅。Bet AK 就率先，呢手牌犀利咯！轉牌再嚟一張 AC 已經出晒嚟啦。咁呢度仲係咩喎？仲係有可能 all in 喎，佢直接啊 all in。咁黃葉肯定係跟住噶啦，大家都一樣嘅牌，基本上第一張 King 喎，有啲弊啦。
望住呢度冤家牌敗而家火啦，呢張3就，唉， Top boat. Ace King good. 一鋪過，運氣太好啦！最後一張和牌亦都嚟咗張 King 喎，呢個底池有啲大，10萬，係真係呢個底池賺咗10萬。呢手牌真係冤家牌犀利，所有 Ace 都出晒嚟，最終仲中咗張 King Ace 嘅俘虜。睇翻呢手 A7 同花。J10 Tom 都話 Q10 K6 冇辦法 ，Q6 亦都冇辦法。A7 同花可以入去睇下，佢係想打3 bet 咩唔通 ？Q10 係咩嘅 ？Q10 係開咗一個池嘅，咁佢 A7 同花嘅話並唔係咁好嘅，其實 3 bet 咗啦。2萬左隔離加住，張小雨亦都係 A7，哇，兩個亦都係好氣牌，唔做抵抗 J10，冧到方亦都 fold 咗，咁剩低4。呢手牌加住有得抵啊！連續2手牌都冇乜嘢，都冇辦法攞到底池。呢手牌直接嚟喺個台面咧放住一隻吉啊！睇嚟係咪有啲講法咧？旺旺自己嘅風水係咪？3條魷魚亦都係唔錯嘅，搶到。呢手牌沙哈攞到嘅係一對 Q， 應該會首先開始嘅，正常嚟講。幾多？4000， 4000咩係咪？400，其實係一個平 call 啫喎。呢啲牌都好雜嘅牌，基本上都入晒嚟，冇人開池。16糖花，不過呢度好細嘅連張糖花嘅面。佢喺度考慮緊喺大盲位要唔要首先開池嘅。12000嘅。6一糖花首先開始到12000，呢度有啲打得好鬆噶啦。沙哈呢度一對 Q 冇理由唔跟㗎。幾多啊？Win 啊！哦，好耐冇攞到有魷魚啦，直頭一手 all in， 一嚟呢度報復性打擊喎，攞咗一個好雜嘅詞啊！好，睇翻呢個牌面啦，張小雨而家係最多嘅盈利最多嘅，然後4啊。再繼續睇翻下一手牌 K5 英叔呢度係冇辦法嘅，94亦都冇辦法睇嘅。Q10 可以跟入嚟睇下，開住咗400。不過我呢度嘅18亦都冇辦法，小雨呢個 Q10亦都係 J5 沙哈呢度應該一個同花面，冇辦法睇12，放棄抵抗。咁得翻小玉同埋黃葉嘅同樣係 Q10， 1對4，一個2。喺呢個面度啊，大家都係更加8兩啦。睇下點樣
點樣狀況啊 ？fall 咗咯喎！呢個推出呢個 race 嘅4000嘅 race 一把一加注就放棄抵抗啦，黃葉。呢手牌確實冇中。下手牌 ace 嘅啊，可能大家都先係平 call 入去啊，做即係唔會率先去做一個 race 開始嘅，做得有啲保守啊，呢、個叫老闆啊。咁 AJ 同花嘅話 race 咗到4000，咁呢度毫無疑問啦，都要 back 翻嚟嘅，因為佢嘅起手牌係相對比較好嘅，17000，我估計波呢度好可能會棄牌喎，諗下要跟咩？跟翻13000。936都冇中，睇下點樣？啲老闆持續進攻啦，睇佢打幾大。5萬幾啊？我16000。Don't really see much play for 4 here. Down. Nice hand. 煲咗啦，放棄抵抗，畢竟自己亦都冇中到牌。所以我哋呢期睇到呢度啊，我哋下一期再見啦。有興趣一齊睇比賽嘅可以點點關注啊。我係大魚頭解說啦，拜拜。